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各位弟兄平安，这是开始咱今仔日的主日敬拜。三甲来吟诗第188首《上帝圣经》内面。请起立。请会众有缘徛伫，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试，着救阮脱离伊的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有缘徛伫，用主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冥府。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应第54篇，启应文54篇。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枵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
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这是阮伫圣殿敬拜你，求你甲阮同在，听阮的呼求。今仔日是中华民国建立的第110年，也是自由民主伫亚洲华人的社会得到实现的第30年。自由民主从来毋是白白得到。伫中国大陆，靠战争、侪先烈义士伫战场牺牲，用宝贵的血换来的。伫台湾，有一群人勇敢站出来，为台湾人出声，拼命得到的。祷上帝，你的恩典是无条件赏赐予阮。阮有罪，阮的罪，因为你的独生囝耶稣为阮受死，得到拯救讨报。为2000年前到今日到未来，这个宝血的拯救永远有效。只要阮信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信你差遣独生囝耶稣来到世上拯救阮。信耶稣顶十字架后第3日死里搁活。主啊，我信，用讲的真大声，做却无遐尼简单。全世界因为肺炎的疫情，真侪人失去亲人，失去信仰。无搁去教会亲近你，主啊，求你互遮个失去至亲的人同在，互因平安。求你甲离开教会的迷途的羔羊同在，带领因回转向你。求你甲因为疫情坎坷生活。拄着困顿的人同在，应允赏赐因搁较侪。求你保守阮的体重，互疫情当中增加的部分较紧恢复。主啊，求你纪念遐个为着自由民主牺牲奉献的人。求你纪念遐个奉献一世人伫台湾种下福音种子的宣教士。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圣歌队，因今仔日要唱的歌曲是《愿上帝平安点伫恁》。
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两个所在。第一个所在是箴言19章17节，箴言19章17节，因为只有一节，咱做伙开喙来讲。人民颂向人的，就是祝福耶和华。伊要照伊所行的好事来行伊。第二个所在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0章40节至42节。马太福音第10章40节至42节。我来读。接纳恁的，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找我的。为着先知的名来接纳先知的，要得到先知的赏；为着义人的名来接纳义人的，要得到义人的赏。伊若为着学生的名，简单用一杯冷水，互这个细囝的一个啉的，我实在甲恁讲。伊决断袂失落伊的赏。以上讲道题目是接待分享奖赏，请彭牧师。大家这平安，真感谢主，真感谢主。互咱伫即款疫情的中间，有缘会当来到伊的面头前，做伙来敬拜俄罗伊。也互我今仔日会当代表着台湾教会公报社来向咱南门教会牧师兄弟姊妹对恁说道谢，感谢恁长期以来对公报社的一个支持甲关心。伫咱还未开始今仔日的经文分享之前，我有先一段。一个话要互大家做伙来想，做伙来看。就是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伊捌讲一句名言，这句名言一直影响着现今的社会。伊咧讲，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咱唔通讨债，唔通浪费一场好的危机。什么是叫做唔通讨债，唔通浪费一场好的危机？就亲像今仔日咱面对着这个 COVID-19 疫情的时阵，咱看见台湾 can help， 台湾正做侪人的帮衬，也接受人的帮衬。这场的危机中间，也互咱搁一遍提升咱的外交的地位。若是安尼，这场好的危机中间，咱的教会要安怎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对人的疼叹？咱会当安怎来传扬福音？咱做伙来祈祷。是阮的主万权的上帝，献上阮的感谢。主，阮知影，你的确无爱阮离开你，所以有常常无共款的方式，爱阮警醒，爱阮知独独倚靠你来赢过一切艰难困苦。自打这个时阵。也恳求你，互阮搁一遍透过着圣经顶面的教示，通过着遮个信仰的前辈，引用因的血，用因的肝，正做目接所写来的一笔一画一句，拢正做是阮生命中应该有
的准则，用这个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精神，也来得到永远活的一个奖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我代表着台湾教会广播社，要甲大家做伙来看见着文字事工的一个重要。总是这个文字事工是帮助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来传扬福音。若是安尼，咱看见着伫马太福音书第10章，伊所记载是主耶稣基督对学生的一个提醒交代，爱因去传扬福音的时阵所爱备办、所爱有的一个目标。咱就做伙来看今仔日这个马太福音书的第10章。伫要看第10章之前，咱来搁一遍来想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目标。这个中心的目标，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精神是咧讲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救赎并无特定的对象，是所有的民族，毋是讲你着爱有迄款阿伯拉罕的一个血统，才有得到一款的救赎。上帝的救赎是每一个人拢适用的。总是咧，谁若有选民这个名词，是因为讲选伊要来甲上帝同工，成做万民的一个祝福。所以以色列民族成做一个选民，一个竞选，也是即款的一个意义。所以，咱就会当继续来看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就咧提醒，讲若安尼呢，即个拯救原来是有一个一步一步的一个程序过程。首先是咱的上主上帝，又透过伊独生的一个圣囝主耶稣基督，成做是先知所记载即个弥赛亚，伊是一个拯救者。然后，这个拯救者，伊嘛要透过着使徒伫以色列中间，对遐迷失的羊群开始，互咱看见着讲，每一个信仰拢是爱定根本地，再来往普天的去传。若是安尼，咱今仔日咱有一个责任，讲当咱是一个选民，咱是一个使徒，到伫现今这个责任就是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面，以及是咱遮的被竞选的人。做伙成做一个团契，是即个教会所要做的一个工作。那安尼的时阵，咱就来看伫马太福音书的第10章，伊所咧讲到底主耶稣基督安怎咧吩咐着学生。今仔日咱所看只有看到第10章40节到42节，总是呢，伊整个呢是爱透过着第10章全部咱做伙来看的时阵，会当更较清楚。伫第10章，首先呢。耶稣基督爱门徒去传扬福音的时阵，咧甲因交代讲：来，我甲恁讲，有3个部分是恁所爱去做的，有3个部分，咱甲讲这是使命的3个面向，来讲3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啥？爱去甲人讲吼，天国近啊！天国近啊是啥物意思？伫咱台湾台北可能较无，伫中南部也是讲一寡较偏乡的所在。咱看迄电话条拢会写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安尼还好，天国近了。但是若继续写，哇，世界末日要到啊！所互咱想着讲，安尼你刻伫即个电话条是咧传福音，还是咧传一个hiệu音啊？是福音还是祸音啊？因为咱来看伫马太福音书的第10章，即个天国近啊，到底是啥物意思？天国近啊，是咧讲上帝主权要到啊！上帝主权临到，即款上帝主权临到，伫马太福音书内面作者用51遍来记载，表示啥？伊真重视讲即个上帝主权，所以包括着耶稣基督伊的祈祷中间，嘛是咧讲要安怎互上帝国来落实伫即个世间。讲上帝国近了，上帝主权近了。即个上帝国的主权近了，就是讲上帝要参人同在。是爱咱透过着经验上帝改变咱家己，嘛改变世界。这就是一款的愿望。天国近了，是要甲咱讲有一个愿望。第二个部分嘛，看见着当耶稣基督伊家己本身医病赶去了，讲要互学生有一个权柄。这个权柄，互人会当透过着实际行动，每一个人会当去赶鬼而且呢，互这个死人会当去活。医好这有病的人，这是叫做讲白白得到，嘛要白白互人。来，互咱看见第二个部分是讲爱互人会当性命搁再一个丰富，而且这个性命呢是一款充满着喜乐的。
第三个部分，咱嘛看见着主耶稣基督伊的交代，伊讲：恁若入人的厝的时阵，爱甲因请安，爱甲因讲愿恁平安。另外，咱想看觅咧，即个当疫情啊，伫遐一直咧传的时阵，咱要对人讲一句愿你平安，是偌尔啊实在。迄款的愿你平安，是要互你真正得到一个安息。所以，咱会当看见着讲，即个主耶稣基督，伊咧讲，即个天国，恁要去传扬的，就是爱互每一个人身心灵拢充满着愿望，爱有喜乐，一个安息。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交代的，爱身心灵充满着愿望、喜乐甲安息。总是呢，当这学生要传扬福音的时阵，主耶稣基督嘛甲因交代，讲恁若是传这个福音吼，安尼我甲恁保证。绝对会拄到真侪恶担当的代志，不过无要紧。即马吼，咱 COVID-19 大家拢有注有风险嘛吼，注疫苗啊，敢若注1剂2剂。咱来看吼，主耶稣基督互伊学生有3剂哦，爱注有风险，爱注3剂。第一剂是啥物呢？第一剂伊对因讲，毋通过度伫遐咧在意家己的欠缺，所以恁的药度来毋通拢毋通有金银铜。而且呢，爱愈简单愈好。咱来想看觅咧，当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团契有事工咧杀的时阵，是毋是有当时咱拢伤过头烦恼咱的一个欠缺，甚至呢目标定落了的时阵，头壳大过身，所干那咧比班者的，好亲像有会欠缺物件，所来袂记你讲咱的一个目标甲方向。所以，这个有方式的第一剂是要甲伊讲，毋通伤过头在意讲家己的一个需要。所以来袂记讲迄个大方向、大目标。第二部分呢，嘛是咧甲因讲，我甲恁保证，保证啥？保证讲吼，毋是主有风声吼，就袂着 COVID-19 啦。耶稣基督嘛咧甲伊学生讲，恁咧去传福音吼，毋是讲奉我的名吼，绝对就无拄着任何代志，一定会拄着恶担当的代志。即款恶担当的代志包括啥呢？包括讲吼，有人要将恁交互公会。有人要甲恁鞭拍，所以呢，特别提醒讲，恁啊知识亲像蛇，顺良亲像钱啊。咱来想一个问题，当台湾这过去的宣教师，伫这个传福音的过程，是毋是同款奉主的名，但是呢，永远会拄着足侪恶担当的代志。今年台湾教会广播社咧纪念一位甘威廉牧师，伊今年过身100年。这个威廉坎佩尔、甘威廉牧师，伊来台湾有46年久。伫这46年久中间，伊做真侪文字事工，写真侪册，而且呢，伊来关心亡朋友，伊嘛有设立真侪教会。伫这46年的中间呢，毋是讲安尼平平顺顺，无任何代志，伊拄着足侪恶担当的。咱看讲当伊1871年来到台湾的时阵。最近有一支影片吼，叫做《斯卡罗》，大家真爱看。斯卡罗伊咧写1867年这个 Robert 罗美号沉船的事件，但是伫迄个台湾迄个海域吼，一直无平安。所以呢，当甘威廉牧师伊1878年去到牡丹社迄个所在呢，伊后来日记是安尼写，讲吼有迄个枪子来咻咻叫对我耳孔边仔飞过，险无命。伫即个所在，咱嘛来想着讲吼，台湾迄个海事、迄个海域的，其实是一直吼，伫100多年前到即个诈领保险金的事件啦。有真侪细只船，伊伫遐吼检测无沉船，伊嘛故意甲放火甲烧，无就是故意甲伊绑着，然后向全国政府来讨讲你甲我赔即个赔偿。这伫甘威廉牧师的日记内底嘛拢有写着。所以到底无他们写呢？枪支对伊耳孔边仔飞过，遐无命。而且咱来看整个台湾的宣教历史中间嘛知影，讲有一句话叫做“烧白水溪去严正来背”，这嘛是咧纪念甘威廉牧师，讲伊伫即个白水溪迄个所在，险去互匪盗用火甲伊烧死。然后甘威廉牧师伊是第一位到伫平湖的所在去传扬福音，不过呢嘛险吼。讲因为即个食歹腹肚，险丧失性命。咱看卖46年久的中间，但是后来留下真侪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互咱看见，讲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咧讲，去传扬福音，我甲恁保证，一定会拄着这侪艰苦事。
第三部分，咱嘛看见到主耶稣基督伊即个第三节，伊咧讲咱爱承受价值观改变所带来一个冲突。什么是价值观所带来的一个冲突？咱来想看觅呢？伫咱即个150几年长老教会台湾的宣教历史，咱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族，拢有信仰的第一代。即个信仰的第一代，伊咧甲咱提醒、咧甲咱讲的时阵，是毋是当伊要来接受即款的信仰？的确伫厝内面爱去引起着家庭的一个革命。伫遐爱被人辱骂，被人讲这叫做死无人哭，死无人拜。伫遐呢，爱有做一个冲突。所以这嘛，互咱看见着，这是主耶稣基督伫遐所咧交代。其实伫整个咱来讲，伫福音的传扬顶面，拢会拄着。不过呢，当拄着遮奥担当的代志的时阵，主耶稣基督其实透过着马太福音书第10章，伊嘛咧对门徒咧对咱讲，我对恁有一个永远活的一个保证。当你拄着咧传扬福音中间拄着这代志的时阵，但是呢，我甲恁讲，有一个永远活的一个保证。这个保证内面分做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伫马太福音书第10章29、19、31节，伊咧写，伊写讲你看，迄个赤鸟敢是真俗？总是呢，若是咱的上帝无允准呢，一只嘛袂加落地，袂落伫涂骹，何况是恁？每一个人，恁的头毛是上帝拢甲恁算过啊！这就是讲一个人的宝贝，一个价值。咱来用一个例，当大家会当更较清楚，什么叫做是讲咱的一个宝贝，一个价值。每4年拢会举办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当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了的时阵，主办国家拢会继续来办一个帕林匹克的比赛。这个帕林匹克的比赛就是讲，要互这个身心脱爱的一个兄弟姊妹，因有缘会当共款来享受着迄款运动的最高的一个荣誉。有一个德国的一个牧师，伊叫做史密特 （Smith）， 伫差不多7、8年前，捌来到台湾，用拍乒乓来做一个宣教，做真侪专讲。这个史密特牧师呢，伊生落来时阵，就2只手上，干那到这个所在下面无即节，2只骹呢，是相差45公分。不过经过讲真努力，以及侪人互伊真好的一个机会，对伊的一个关心，伊真做是一个拍乒乓的一个高手，所以伊参加过7遍的这个帕林匹克。伫这7遍中间，伊捌得着4面金牌、2面银牌。总是呢，当伊全世界伫伊迄个战处迄个礼物排名第1名的时阵，迄遍伊参加帕林匹克，说第一场就来输互一个根本毋捌听过一个少年一个选手。咱最近因为奥林匹克比赛了，大家感受就讲台湾的选手成绩真好。所以有啥物国民男神、国民女神，各啥国民金孙，足侪名称拢出来。一个落飞机新闻一直报，真侪人伫遐翕相安尼甲伊讲比，大家咧甲欢迎。我问我的囡仔讲，咱遐个无得到任何奖牌的人敢有人会甲欢迎？我的囡仔甲我看就讲，有啊，伊厝内面的人就甲欢迎啊。无毋对，厝外面人会甲欢迎。所以当这个史密特这个牧师，伊到伊所徛起伊的故乡，这德国海德堡，伊一落飞机的时阵，伊想讲第一场就输去啊，绝对无任何人去甲伊欢迎，无拍算。一个落飞机的时阵，足侪人伫遐，史密特，我咧甲欢迎，伊咧行一条，然后毋是安尼就结束，因佫为着伊办一个足大的一个 party， 一个宴会。这个史密特牧师当袂调查来问伊的朋友讲，敢讲恁毋知影我无摕到奖牌呢，我第一场就输去啊呢。伊的朋友则甲伊讲，史密，阮咧欢迎的是你啊，但毋是咧欢迎你的奖牌啊。你听这咱想看觅咧，咱的主是咧欢迎，是咧欢迎咱啊，毋是咧欢迎咱的地位，毋是咧欢迎咱的钱财，毋是咧欢迎咱任何一个好名声，伊咧欢迎的是咱为着伊所做身躯顶面的伤痕。诗人捌讲过，
讲因为咱就是遐尼芳，亲像一粒令果，所以上帝甲你加一喙，互你的人生中间充满足侪一个伤痕。史密特牧师咧讲，因咧较欢迎，伊的朋友甲伊讲，是咧欢迎你呀。咱的上帝是咧欢迎咱，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咧讲人有迄款宝贝的一个身份。第二部分，咱嘛看见到主耶稣基督伫遮咧讲检在拄着真侪恶担当的代志，但是呢，既然人伫面前，既然恁伫人的面前认我也要伫天父的爸的面前捌认你。伊要认得咱，什么是认得咱的一个意思？今仔日咱大家拢挂喙罨，若无真熟悉吼，你可能毋捌即个人是啥，是啥物人。所以头拄也看到几位朋友啊，虽然咱挂喙罨，这相拍招呼，表示讲咱真亲近。主耶稣基督讲，我要认得你，就是讲我要甲你有一款亲近呐，真亲近的一个关系。今年8月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到伫花莲吼60担山迄个所在，阮要拍影片，中间吼有浪芳的时间，因为阮牧师呢，伊的故乡伫台东，所以迄边有去。我就甲伊讲，无吼，咱拄浪芳，咱预估一下，看这附近有啥物所在吼好食的吼。阮就去凤林一间食牛肉面的所在，就讲无要紧啦，来到遮吼无人熟悉咱啦。结果一个坐落来的时阵，随一人讲，彭牧师，我怎惊一跳？好佳哉，迄个时阵边是牧师娘，毋是别人吼，无即声歹解说。伫遐吼，足欢喜安尼食，食了的时阵吼，要付钱。这头家讲头拄的朋友吼帮你付了啊。阮两个看者讲，好佳哉，咱干那一人叫一碗面，无使讲即对翁某咱才够食。当时迄是双连教会会友啦。一个看，哎哟，甲认出来。所以咱通想讲吼，主耶稣基督伊咧讲，我要认得你，伫迄正人面头前，我要认你的名出来，表示伊甲咱真亲近，有一款亲近的关系，这是对咱的一个永远活的一个保证。第三部分，就是咱今仔日所看这段圣经节。这段圣经节若用现代中文译本，咱摕笔甲伊空起来时阵，所以敢若发现讲，除了接待、分享、奖赏了，煞无啥物别字通看。这表示啥？表示讲整个人的一个过程了后，主耶稣基督咧对咱讲，就讲咱要共同得到迄款的一个赏。迄款的赏，毋是因为你做真侪大代志，只要你大家同心同行，咱就要做伙来得到即款的一个赏。这真做是咱所看，这是一个主耶稣基督对咱的永远话，做伙来领赏的一款的一个保证。所以今仔日文字事工，就是一款福音传扬的工作。我嘛要用这个接待、分享、得到赏，咱做伙来看，咱做伙来关心文字事工。首先呢，咱来看什么是一个接待，是接纳。接纳的意思是讲爱接受。感谢咱南门教会长期以来接受台湾教会广播社的文字事工，透过这个文字事工会当传扬信息，恁有接受阮的这款的一个文字的事工，所以咱看见当伫教会内面，咱会常常会用到教会广播，用经心周刊我嘛有做这个刊物新眼光少年新眼光以及这个网络顶面的一个文字事工。所以，感谢恁接纳、接受这款的一个文字事工。总是这个接纳、接待伊的另外一部分，是讲咱爱款待。所以，今仔日我来到这，我嘛要请求大家继续对阮的一个款待。特别今年真正受到这个疫情的一个关系，广播社的一个经营的确真恶担当。过去伫这个前几个月，拢无实体的礼拜，我咧问同工讲目前即马教会内的奉献状况安那？同工嘛是笑笑讲，都前面少一个一，后面少一个零。什么叫做前面少一个一，后面少一个零？就讲无我摕这互你看，你就知影。当时就真正2020年。这间教会就安尼6万变6000，安尼叫做后面少一个零。前面少一个一，就是讲原本就是13000，叫做变成3000。
总是呢，亲像我头拄说咧祈祷共款，上帝有当时吼惊咱袂记得伊，咱吼伤过头欢喜的时阵吼，咱会嚣摆啦，所以咱转来讲吼，承认咱的一个软弱，咱的不足，上帝要自然为咱来补足。啊，今仔日好你福家在来到南门教会，我嘛相信上帝要透过南门教会来补教会公报社的一个不足。感谢恁对阮的一个接待，是迄款接受，然后嘛对阮有一个好的款待。第二个部分啊，所以哦，这我定定袂记你讲这个画面吼。啊，同工甲我讲，社长，即马你若到这个线上奉献者这个画面吼，你要听较久咧，吼啊，互遮个兄弟姊妹会当吼用手机来扫 QR code。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阮的奉献袋顶面嘛有 QR code 会当扫吼。啊，总是这就是讲，阮对这个真欠缺。虽然阮伫旧年开始的吼，就一直积极准备会当用这个线上奉献的一个方式，啊，总是有缘需要大家继续对阮的一个关心。第二个部分，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就讲这段圣经顶面咧讲咱的彼此分享，迄个彼此分享，减载是一杯小款的一个凉水，小款的一杯水。原来会改变着世界历史，原来会改变着世界。啊，伫几年前，我到伫英国威尔斯一间教会去遐参访。这间教会牧师，伊毋是在地英国人，伊是对印度米罗兰迄个所在过去宣教的一个宣教师。咱感觉真好奇，一向这个基督教，敢毋是拢是西方的人士来到东方，来到亚洲咧宣教？啊，哪有是印度米罗兰？一个牧师到伫英国迄个所在宣教，印度米罗兰迄个所在，甲咱台湾同款，伫150年前左右，受到西方的一个宣教师来到这个所在，到因的徛起的所在，伫遐咧宣教。所以咱虽然想着印度，好像想着安那想拢是印度教是讲这个佛教，但是印度米罗兰迄个所在有90%以上拢是基督教徒。所以咧，因派宣教师到伫威尔斯迄个所在去服侍的时阵，这个牧师来对我讲：你看，我报你看这个，这就是一个分享的一个奥妙。因为呢，虽然教会建筑物真大间，人真少，不过吼，我特别拢会邀请因爱做伙，为着世界各所在真侪无共款的组织机构，为着因祈祷，祈祷煞吼爱奉献，爱有实际行动。虽然阮拢是迄款吼无啥物收入的长辈，但是你看这有一遍，我共款甲即个组织因的所欠缺，甲即个长辈讲了，逐个人拢奉献10英镑，15个人，所以奉献150英镑。你看即个10英镑到底是偌大的一个概念呢？10英镑，咱若去到英国，差不多会当啉一杯咖啡，然后搁一块cheesecake，差不多无啊。但是我去的时阵是1比50，就讲1英镑会当换50块新台币，安尼表示讲150英镑等于是7500块啦吼。7500块寄去到伫非洲，一个长期为着要来养饲这小朋友，互因会当得到饱的一个组织。因为你看，因寄一张感谢状来互员工，感谢恁奉献这个150英镑，所以呢。互阮遮的小朋友吼，3个月得到饱，哇！一杯咖啡，一块cheesecake，会当换来这个组织，因的小朋友当3个月得到饱，分享会互这个世界的历史得到大大的改变，分享来改变历史。咱看，当今年，咱台湾咧欠缺这个预防社咧欠这个疫苗的时阵，日本。完全免费讲这个送互你用。其实我知影，这个费用伫日本东北大地震、3.1大地震的时阵，台湾的百姓就将迄条钱成立了去啊。是安怎讲？当日本东北3.1发生大地震的时阵，咱甲看觅咧，台湾的兄弟姊妹感受着讲因迄款的一个欠缺，感受着讲因需要。随时将这个家园搁一遍甲建立的时阵，大家咱真热心对因一个捐款。所以当咱有欠缺的时阵，
因就安尼点点飞机飞来到咱遮，讲即个感谢台湾过去为阮所做的，这敢毋是一款彼此分享，会当互即个世界历史大大得到一个改变。所以今仔日即个第3部分嘛，咱看见，啥物是要得到赏？另外，这我甲恁报告，恁做伫公报社身躯顶面的公报社无裁条行人啦。但是呢，即个就亲像伫箴言19章17节所写的，人民颂扬的人是照乎耶和华。我相信即条线是上帝家己要行，伊要安怎行呢？伊要照你的所行的好事来行伊。伫即个箴言19章17节，伊用的即个字眼，啥物叫做是颂扬人？颂扬的是一款欠缺。无的确是欠金钱，有当时是欠关心，有当时也亲像咱即马欠疫苗，咱迄款一个欠缺，就是即个原文内面所咧讲即个颂扬的，对人出伫迄款怜悯关心，你对伊的一个好所行，遮个呢是照乎耶和华啊，伊要家己照遮个好所行来行伊，这是咱所看一个赏。所以伫最后，我想要用即段经文，甲大家做一个最后一个彼此的一个，咱做伙来提醒勉励，嘛，互咱看见，这的确是圣经顶面对咱的一个教示。这是咱写讲，我凡事做恁的模样，着安尼着我来扶持软弱的人，搁着记得主耶稣本身的话。主耶稣本身的话是安尼讲：，互人的比对人提较有福气，互人的比对人提较福气，就是用华语来讲，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毋茫咱看见着文字时间的一个需要，嘛咱搁一遍看见着当咱面对着即款一个危机中间，要安怎做伙互相来勉励，互相来提携，搁一遍互上帝国的福音继续来讲传，搁一遍代表教会广播社对咱南门教会多谢恁的支持。伫一段影片了后，伫咱祈祷了，我有一段影片，要互大家来看，更加了解到目前教会广播社所咧做侪事工，咱做伙来祈祷。祝阮的内心跳跳，要来献出着大欢喜感谢的声音。主感谢你，的确保守带领，互阮看见，虽望疫情中间有死实，有艰苦，总是你互阮继续思考，你也留阮的性命，留阮的双手，留阮的心，留阮的意念，要互阮成做你的选民，甲你同工。愿主继续施恩惠看顾南门教会伫即个地区。是光是盐是金的灯台，是侪人看见，就要来讲好真好，做伙来分享着主的恩典的一个好所在。主你继续找见，主你继续引带带领，愿一切荣耀归伫主，也施恩惠看顾阮逐人，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讲到台湾教会公报社，真侪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巴克勒牧师。但是事实上，一个报社的成立，无可能靠一个人就会当来完成。亲像台湾教会公报社，即摆有咧出版的，包括即个台湾教会公报、更新周刊、新安宫的读经手册、少年新安宫的读经手册、亲子报，佮有 TCNN。一个台湾教会公报新闻网，无可能透过一个编辑一个作者，就有法度完成。台湾教会公报社伫创设的时，台湾的第一台印刷机，其实是马雅各医师，伊倒伊故乡的时阵，甲伊故乡的教会募款，
买到的，买了后送来台湾。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同工，就是江伟林牧师。那伊除了这个参与着报纸的编辑以外，伊嘛有去足侪所在宣教的。伊阁有去到荷兰这个所在来查考台湾伫荷兰时代的历史，因为伊发现，伫来到台湾进前，就有荷兰的宣教师有来过，这个资料拢收伫荷兰的图书馆内底。伊就去遐甲这个物件翻译做英文。一直到即马，咱若是伫台湾想要研究荷兰时代的历史，拢无法度跳过江伟林牧师。伊阁有一个真重要的事工，就是伊看见市民人的需要，伊创设一个特殊教育的学校，互这个市民人会当学到会当过生活的技术。一直到即马台湾的特殊教育界，甲江伟林看做是台湾这个特殊教育的开拓者。今年嘛拄好是江伟林牧师过身100周年，台湾教会公报社嘛有足侪活动是要来纪念这个代志。比如讲美工的音乐会啦，阁有平湖宣教的旅行。那年底时阵，阮阁有一个历史小说的写作比赛。圣经顶面记载讲，耶稣对迄个目睭无看的盲人讲：“去啊，你的信救了你啦！”真感谢主，互台湾教会公报社所做的文字事工，就是望会当帮助咱这个世代所有的人，拢因为得到福音，无搁再是心灵上的盲人。台湾教会公报社，亲像江伟林牧师，伊透过侪事工，互有需要的人看见光。台湾教会公报社上重要的目的，嘛是要互规个台湾的社会，透过文字看到为上帝遐来的光。也真感谢咱所有兄弟姊妹，因为恁长期以来对阮关心。对阮支持、带导，对阮奉献，所以互台湾教会公报社虽然行来坎坎坷坷，虽然经营非常困难，总是阮会当有缘坚持伫文字事工这条道路顶面，也透过着文字事工的努力，咱会当学习主耶稣，咱要伫老年就来看见着光明。请咱大家继续为着文字事工做伙来关心支持。感谢彭牧师的正道，这是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539首，一滴一滴的水。请起立。
请坐，即时来奉献。请赖玲玲执事甲倪正雅执事。会众请起立。请坐。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目前咱2场礼拜拢无需要搁预约，所以欢迎大家做伙转来参与实体礼拜。若无法度参加实体礼拜的兄弟，嘛请继续参加阮逐礼拜的直播。那嘛请做伙为着疫情来祈祷。第二，感谢教会公报社长彭牧师今日来本堂请安，嘛请大家做伙来关心文字传道的事工。第三，为10月初4开始，已经开始新一轮的马太福音的读经、默想、灵修，以为拜1至拜5，逐工的下载拢会伫 LINE 送出今仔日的读经的进度、默想提示甲祈祷，请大家做伙来灵修祈祷。逐礼拜六的早时9点半，伫4楼的教室，咱有读经进度的分享会，有实体甲视讯拢有，欢迎兄弟来参加。第四，今年阮有4位执事到任后礼拜10月17，咱要进行执事的预选。为着10月31临时合会的中级改选来准备，所以后礼拜礼拜来教会时阵会分一张执事预选的选单，予所有会员，请靠4名人选，伫离开教会进前投入回收箱，多谢合作。第五，庆祝重阳节，伫后礼拜第2场礼拜当中，教会有传礼卷，要送予70岁以上的长辈，祝大家重阳节快乐。第六，第4期的行事历施工表已经安排妥当，
若有服侍兄弟，请特别注意。第7，感谢主，阮教会有雅音合唱团甲圣歌队，用美丽的歌声来学乐上帝。即马圣歌队开始要为着圣诞节的赞美礼拜来练习，但是男生部欠人欠足多，欢迎兄弟来加入。若有兴趣，请圣歌队的队员也是队长会馆子来报名。练习的时间是伫拜五暗时7点半，伫5楼。教界消息、社区宣告甲台岛的事项，请家己读。毋知牧师有要补充无？我代表教会来多谢彭牧师今仔日带互咱真好的信息。咱继续，迄个文理团队是长期吼，搁到分散到足侪所在，你毋知影什么时阵、什么人会看出来，毋是马上就无去的吼，是真重要的一个工区。咱为着这来支持来甲因support 者。毋知有我需要特别介绍的人无？咱最近开始顶礼拜，多谢今仔彭牧师也拄介绍马太福音，咱拄好为顶礼拜拜一开始咧读马太福音，咱拢逐礼拜逐工的下晝6点，你若有参加咱的南门教会咱的官网，你就会收到迄任何一个时间，你拢会通点来听，一工差不多上最，咱的影片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尔，短吼，你就坐伫捷运园顶。伫厝呢，伫任何时间你拢会通听者短祈祷，咱做伙来读这个圣经吼，拜托咱大家来参与。有一项请咱台岛的，就是咱的姊妹徐焕娇先生的太太吼，吴兆美吼，小 B 姐伫昨过身吼，所以咱为着因的家庭来台岛吼，因为伊的囝儿拢伫美国吼，所以大概真紧的会来处理这个代志，请咱为着这个家庭来台岛，多谢。上营399首，愿上主大仁爱。请起立，上主。主的慈爱，每一个时刻拢永远甲恁伫地。这个时阵，我奉主耶稣基督名，也通好胆安尼讲：当恁通平平安安出去，我将恁交伫疼人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主的怜悯疼叹，借着圣神的相通，甲恁大家相合伫地，到伫永世代无尽。阿免。
请坐，密祷、避讳、